徛台湾看世界来关心蔡总统出国访问的相关的消息。总统府副秘书长张敦涵证实讲，蔡总统伫美东时间3月31日过境美国纽约期间，已经甲美国众议院民主党的领袖杰弗瑞斯会面过，嘛甲3位跨党派参议员，包括这个苏利文啊、恩斯特、凯利进行早餐会。啊，这个总统府呢，蔡总统伫这个会中有讲到4大消息。 那总统感谢美方在他过境美国期间提供的协助与安排。那第二个，总统除了感谢美国拜登总统上任后对台湾不断的以具体的行动表达支持之外，那总统也很感谢横跨美国参众两议院，而且是跨党派的议员对台湾不遗余力的支持那也期盼台美之间能够持续在共同关注的安全的议题上继续合作。台湾也会持续作为关键而且可靠的经贸伙伴。 张敦涵表示讲，会谈中，蔡总统强调讲，望讲台湾甲美国之间会当伫共同关心的安全议题上继续合作。啊，那台湾会继续作为关键而且是可靠的经贸伙伴，为疫情后经济复苏贡献正面的力量。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